大家好，澳門市一名喺本澳就讀大學嘅香港女大學生疑墮公檢法騙局，最終被騙去800萬港元。司警接報調查，暫未有人被捕。司警表示，案中女事主為香港居民，喺本澳就讀大學，報稱今年8月上旬收到自稱內地執法人員來電，指其內地手機號涉嫌發放大量詐騙短信，電話隨後轉線到公安接聽，對方要求事主接受調查並且視頻辦案，過程中要求交付400萬港元保證金。並教唆事主以到外地升學為由向父母索款，事主其後按指示將款項轉帳至指定嘅香港銀行帳戶。按照對方嘅指示匯到去香港銀行。咁其後對方話佢案情嚴重要求佢再次繳交400萬嘅保證金。咁今次被害人亦都喺佢自己嘅香港銀行匯咗400萬嘅保證金去對方指定嘅香港銀行戶口。香港銀行發現被害人嘅帳戶有異，因此通知佢嘅屋企人。咁佢屋企人發現之後同佢聯絡，此懷疑被害人中咗公檢法嘅詐騙。對方又稱案情嚴重，要求再繳付多400萬港元保證金。女事主再次相信，再從自己帳戶匯款400萬港元到對方指定嘅香港銀行帳戶。期間，香港銀行通知女事主嘅家人，指出匯款有可疑。事主經向家人了解之後，懷疑遇公檢法電騙。10月23號向司警報案，報稱合共損失800萬港元。關注澳門事，了解身邊事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